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6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从10月初5对昨开始 ，KTV 一寡活动场所会使做生理啊。昨是开放的头一天，新北市的 KTV 人龙可可，沙丁堡的警分局也有桃园的警方都有专工去临检。因为八大行业也未开放，所以台中有酒店，甲酒店改做自助式的 KTV， 即马正在申请，要等政府核准，要开门做生意，拼经济。摆甲长乐路扫10点制欢喜入场，无论对顾客也是业者来讲，拢是单正过的画面。新北市政府5月12日宣布，为防堵疫情 ，KTV 在内8大行业拢爱暂停营业。10月初5总算有条件开放 KTV 重新营业。头一暗，有民众因为分店有约不满，只好换另外一间唱。疫情爆发以来，就都没有唱过歌。就平常有常常去唱歌的习惯。对啊，因为我们是很喜欢唱歌的，然后就忍了很久，想说第一天就赶快来唱歌，因为怕会预约很满。放零第一天，沙丁堡警分局也动员超过100名警力扩大临检，希望业者甲民众唔通有侥幸心态，软防疫康芳。台中有名酒店金枝坝提出申请转做自助式 KTV， 就原本任期无履行陪伴一般 KTV 的中港店3楼核准营业，目前业者依愿咧补价，要拼彻彻复业。不过已经开门营业的麻雀馆是60滚滚6条、7条。真久无拍牌，搁爱挂手笼，结果蒙牌功力受影响。麻雀岛爱放特殊的架板，也爱放体粉、什么济。虽然有点麻烦，不过业者表示，这2天有约电话是接不线。前2天就已经有很多询问的电话，大概到下午应该就会客满。除了部分工作场所有条件开放以外，餐饮内容也免用架板，民众应家己提超商的食物，免搁找店员斗3工。像上班的话，其实人潮蛮多的，之前都由店员帮忙加群，那其实店员其实自己也很忙碌。加完之后再多做消毒就好。有民众反映进前互店员斗3工业，地球人若是摕到无入味的，难免无欢喜。即马因家己业，也因好好啊选。不过业的物件有真侪人接触使用，店家甲民众爱是做好防疫，才袂成做防疫空芳。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澳洲的前总理艾伯特伫昨下晡来咱台湾访问，而且要伫10月初8参加玉山论坛。那法国参议院优待小组主席理查，伫今日透早嘛已经到位，伊是带下党派的参议员来咱台湾访问。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初5下晡到台湾，2013年到2015年做澳洲总理艾伯特，捌批评中国两部要做霸凌澳洲甲其他国家的战略武器。这几年来，伊也真侪摆为台湾发声，公开对台澳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甲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拢表达支持。这摆来台湾，除了甲总统蔡英文会面以外，也参加初8举办的玉山论坛。玉山论坛第一摆伫2017年举办，目标是建立亚太地区上台性区域对话平台，就跨国人才培育、跨国人力资本交流、甲技术交流对话。今年玉山论坛会伫10月初8举行。今日透早来台湾的是法国参议院优待小组主席理查所领的参访团。今年5月，法国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创历史性也通过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工作国际间。外交部表示，法国参访团会以外交专案访问台湾，期间国家政府高层部会省长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偏东风，伫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不时有局部地接雨。若西半部今仔日是好天烧热，咱来看温度。今日透偏东风，伫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甲马祖、大台北山区，拢有局部地接阵雨。其他所在天气是真烧热。伫中昼左右，新竹县南投是到柑仔式的高温顶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若伫桃园、新竹市、嘉义、金门是到黄色的顶号。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共款透偏东风，也毋过水气会比今仔日搁较高一寡。明仔载伫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雨就比今仔日也搁较粗。
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之前有一对越南籍的母仔囝，涉嫌伫今年3月份至8月份，走私有非洲猪仔的猪肉片进来咱台湾。检方伫昨昏对这对母仔囝提出公诉，因为因的行为造成咱国内产业真大损失，所以检方嘛要求法院判重刑。尤其这些肉制品含有一个非洲猪瘟的这种病毒哈，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全台畜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哈。好，所以被告他们的恶行，我们认为是比较重大，所以请求法院哈量处这个比较重的一个刑罚哈，以示这个警惕。这对越南母仔囝因为走私越南来的猪肉片，警方嘛有查扣71公斤的月饼甲哈姆。伫猪肉片内底拢互验出非洲猪仔，这嘛造成咱国内饲猪业者真紧张。政府阁宣布禁止用品饲猪1个月，这嘛造成咱国内经营对饲猪产业有真大影响。昨昏，这对越南的母仔囝互检方起诉。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并无新增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7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为着要防止调查这款变种病毒进入社区，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会伫4月25至7月初3，民众去管的会内底抽5000人来做抗体检验。也毋过，若准讲这段时间有去管会民众无想要防摕回去检验，会使先敲电话去拒绝。为了阻挡新冠病毒调查未入去社区，指挥中心8月23启动加强监测方案。疾管署嘛会做关怀人血清抗体阳性流行率研究调查的计划。指挥中心会针对4月25至7月初3，全台湾关怀中心的血清存档样本，随机抽查5000件，检测新冠病毒的抗药2倍，甲各2倍抗体。因若这个期间有关怀民众去用抽到的几率，差不多是1%至2%。有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提起说怎么样做一个血清抗体的监测，那了解在各个地区以前就是传染的一个情况，那有染疫的情形，那跟我们相关的疫调，还有最后发病确诊的情况，可以做一个比较，那做一个监测的一个基础。指挥中心表示，血药基金会抽查了后，敢若会提供无欠名的资料甲血清存档的样本，互疾管署来做后手的检验甲统计分析。抽查的档案会由血药基金会按天数来销毁，这个过程是无法度辨识关怀人是啥物人，而且嘛未甲抗体检测的结果通知予这个关怀人，让捐血人保有这种退场的一个机制。所以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就4月25号到7月3号。在全台各捐血中心有捐血过的人，如果觉得说不想在这个计划里面，在10月18日前致电1922，那留下相关的资料。但是两强调讲，血清抗体调查甲个案并无关系，是规个社区整体监测计划。若是验出抗体是阳性，嘛敢若代表较早捌患着新冠肺炎过，袂用来调查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大学伫9月份顶个月已经开学啊，也毋过因为有防疫规定，所以也有真侪大学即马也是用线顶上课，无就是甲学生囡仔分2批轮流去学校上课。也毋过学校是认为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利便。即马疫情转好，教育部嘛已经放令规定，是讲若是教室有真大间，安尼学校学生会当计1公尺半，就会当去教室上课。大学开学第3礼拜，教育部原本规定讲，教室内底师生的人数限制是80个人。若是无法度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就要用视讯上课。所以有一个学校是甲学生分做 A、B 2组来上课。A 这组的若入去教室上课 ，B 这组的就用视讯上课，而且每礼拜会轮流交换。我曾经想过1/3轮流上课，其他人在线上，或者是呢开3个教室同步上课。但是呢，我后来觉得这些在实际的执行上都有困难。那无就是像东吴大学同款，租进学校空间小，都用线顶上课。这种要两边要兼顾，我觉得这是困难。而且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实务上面来讲，实体上面来讲，你可能还要顾虑到技术层面上面，例如频宽的问题。袂少老师拢讲，用视讯上课效果也是较歹。教育部初5阁修正防疫指引，若是教室内底超过80个人，每一个人要是会当依期让至少1公尺半，就会当实体上课或者是集会，而且唔免当围坐。我个人是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比较倾向实体上课。2.25平方公尺才能放一个人，在当时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解开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大学端在上课上面其实是比较方便。从开学以来，东吴大学过继系教授李坤章，拢是像安尼伫咧办公室内底开电脑，用视讯的镜头来甲学生用线顶上课。即马教育部放令规定，为7月开始，全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总算会当面对面开放实体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5月份爆发本土疫情以来，全台湾即马接运的人客是减真济。台北接运伫今年正月到8月了超过30亿，若新北的环状线有了钱是了3亿。其他的所在，亲像桃园的接运，今年是了9亿，高雄接运是了8亿，台中接运了6亿。若新北的淡海轻便铁路嘛了2亿，今年全台湾的接运拢了钱。来关心自由时报，有部分的警察拄到食毒的人拒绝验尿，都会用刑法甲嫌犯带去病院，拜托医生强制插尿管甲验尿的结果当作证据。验过新北地方法院即马是认为讲，这款严重侵犯身体做法有违反宪法的义律，已经申请大法官解释。来关心联合报，经过2档半调查，发觉天主教会儿童性侵案，独立调查委员会伫昨昏公布调查报告，讲过去70档有33万的未成年受性质情缘天主教的老师这人性侵害，受害囡仔拢是10岁至13岁较济。来关心女性月事来会当穿生理假，这是性别工作平等法内底规定的。验过台中雾峰有一间长照中心的社工，伊是指控讲，伊的头家竟然是阿姨摕用过的卫生棉来证明讲伊是真正月事来，而且佫写伫内部的工作群组，互伊感觉真无爽快。社工肖小姐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出面控诉，今年9月向邻一个长照机构请生理假，去互雇主要求需要出示用过的卫生棉，机构甚至伫咧内部的群组顶悬公告，造成伊心理上的无爽快。我请生理假，然后老板就是在公司公开的群组，就是传说9月30后要请生理假的人要减负卫生棉片给主管看。我心里是会觉得说，生理假本来就是给我们女性的权益。你请这个生理假是不需要减负相关的证明文件的。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等于是说法律已经有一直在进步的修法了，但是我们发现说，其实雇主的心态好像没有再去改变。肖小姐事后离职，才发现雇主无帮伊保劳健保。这间伫咧台中市雾峰的长照业者表示，请生理假需要出示卫生棉是9月10号的内部决议，但是因为女性员工反弹，迄一天就撤销公告。另外，无保劳健保是行政过失。9月10号上午提出，9月10号下午才8个小时我们就撤销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事被要求生理假要提出证据，我们自己也承认了，只是忘记加保了，这是行政方面的疏失。台中市府9月23号曾经到这间长照机构联合稽查，业者当时无法度提出完整的资料说明。劳工局表示，若是违反劳基法甲性别工作平等法，上悬会使处30万的罚款；若是无配合限期改善，卫生局上重会使取消政府派案合约。台中市劳工局要求业者10月7号到案报件说明，肖小姐另外会针对雇主劳保、劳保的部分，会来申请劳资争议协调。记者台中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8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262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17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4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是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79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12万例。
越南的疫情已经受控制，胡志明市封城封3个月了后，即马解除封锁。不过因为封锁的期间有900万人，敢若会使踮伫厝内，无佚头通做就无收入。地区即马一开放，真侪人赶紧选择回去故乡，惊讲后摆疫情过来国外封关。嘛，因为回去故乡的人较侪，地区胡志明市即马产业出现欠工的状况。芳一工厂内底，工人骹手真美，用机器咧填衫。因看到真侪机台头前空响响的，拢无啥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越南胡志明市为7月开始实施防疫封城措施，影响到900万名的居民无法度出门上班，无收入，敢若会当关伫厝防疫。一直到顶个月底，当局才解除封城的限制。Mấy tháng nay là ở trong nhà, tổ túng hôm nay ra sân được vui vẻ. 这是伫遮工课劳工，真侪拢是为外口的县市来打拼的。一日封城限制伫厝，将近3个月，互真侪人拢挡袂牢。越南国营媒体报道，为初1开始到初4，已经将近9万人离开胡志明市，因為勞工無想要伫後屆疫情過來的時陣，伊個必須愛居家防疫無工課。Hôm nay đi ra sân thì rất là ít, nhưng mà ai cũng có ý thức là đeo khẩu trang, rồi sát khuẩn tay, rồi chị em thì cũng nói chuyện với nhau, không có vồ vập, không có ôm ấp ôm vai bắt cổ nhau hết mà. 外国媒体报道，今年夏季越南1亿人口内底有超过1/3的人拢伫居家隔离的状态，包括来重业传产制作业，包括建筑工厂、服装、鞋仔的工业，拢因此卡手无够，无法度生产供应应付国外的订单，互今年Q3的经济成长率严重萎缩。即卖又搁有大批劳工出走，互欠工的问题搁较严重。当地市府是一直呼吁劳工留落来。胡志明市的成年人嘛有真悬的注射疫苗比例，比全国注射比例搁较悬。严格有关无法度阻止劳工继续出走。国际新闻台是唐平友。镜头来日本，日本的餐饮业过去一冬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倒会倒，收会收。若无倒的是硬经，加上日本政府即马禁止卖酒，所以生意是6-8成。所以饭店头家全转型，袂使卖酒，改卖烘肉。亲像花砖素食同款，肉片直接送到位，或者是派出机器人协助送菜收盘。这是日本和平伊卡萨亚伫东京分店经过大改造，已经成做科技小肉店。今回そのコロナによって居酒屋のマーケットが私が思っているよりも一気に縮んだという状況はあります。ですからその中でですね、居酒屋のマーケットをじゃあ何が取って変わるのかといった時に、やはりこのコロナで見てますと。これ焼肉と寿司はですね、しっかりとした目的客を取ってるんですね。会改造小肉店原因就是过去年外疫情影响，都爱提早休困，也无法度提供酒类饮料，生意落个真厉害。和平的销售额到6-8成，不过日本政府提供的纾困，无用公司的规模做调整，小公司摕到补贴可能伤过济，对连锁业者来讲阁无够，若无改变，恐惊无法度支持。もう我々外食ももう長い戦い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そうすると長い戦いにおいては、例えばはい緊急事態宣言、はいいいですよ、7時ですよ、はい今度9時ですよ。さまざまなその時々におけるそのベストチョイスをしながら政策を打っていくべき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れに応じた、それこそ平等な、それこそ休業保障を出すよう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わけですよ。业者表示无反对防疫政策，正做好相关配套，甚至希望政府严强的强制执行，才让疫情早日断伏。目前和平已经打算将下卡300间分店的4成改造科技小肉店，希望透过转型开展出另外一个新的市场。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玻利维亚合法的果干桥一年的产值是超过1亿7千万美金。种这款食物的业者因为不满这个市场，去互另外一派靠我政府迄派规个贸气提起花，在上街头抗议，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现场拢是催泪加速、弹石头声、甲炮的声一直响起。玻利维亚数千名骨科业种植业者找时行上首都拉巴斯街路，甲警方爆发严重冲突。因来自英加苏地区，不满独占合法市场的骨科业农协会，我哋口卡，和另外一派人马做到感觉快要受到损害，受气煞上街示威。
玻利维亚大约有10万名合法顾客农，不过要合法买卖顾客血，需要伫顾客业者联名管理的指定市场进行。发新社指出，玻利维亚合法顾客血产值当年达到1.73亿美金，相当48亿台票，其中90%拢是来自欧洲国家市场。所以由上来领导这个协会，加速国内无共派系顾客农政治核心。顶礼拜，清政府的派系将一位反对派人物赶落台，以处理欧洲国家的控制权，引起另外一派顾客农的不满。Más bien el gobierno tiene que sacar a esos intrusos que se han entrado a nuestro mercado. Ellos no están elegidos. Ellos han entrado como un ladrón han entrado. Se han entrado como un ladrón. Aquí está la mayoría. Somos 1 millón ahorita. 英加苏地区早伫15世纪，英加帝国时期就生产顾客液，长期独占合法顾客液市场，一直到2017年。迄当阵担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将家乡科加邦巴所种的顾客液合法化为止。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Facebook 前员工是去美国参议院参加听证会，爱大家唔通够相信 Facebook 这间公司，也有这间公司的高层。伊是只讲面册，为着要趁钱，要追求利润，行销一寡对囡仔甲少年家败害物件，而且网络暴力、假新闻甲用户的隐私拢无好好处理。第二指控面册法兰西斯豪根伫听证会顶悬，替全球大败机的事件做案例。For more than 5 hours, Facebook wasn't used to deepen divides, destabilize democracies, and make young girls and women feel bad about their bodies. 各项金融监管机关交8份投诉，指控面册伫治安问题、用户规模以及误导投资者。Facebook knows that when they pick out the content that we focus on using computers, we spend more time on their platform, they make more money. That content that elicits an extreme reaction from you is more likely to get a click, a comment, or reshare. They know that other people will produce more content if they get the likes and comments and reshares. 豪根交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1份投诉，甲今年1月7日国会大楼冲突有关系。指 Facebook 故意选择性释放政治错误信息，佮对首席执行长萨克伯格的相关声明提出质疑。又伫人口贩卖方面监控不力，宣扬种族暴力，无限制责任各地投资人即摆人口统计用户规模减少情形。That to be able to share fun photos of your kids with old friends, you must also be inundated with anger-driven virality. Facebook 表示，到时阵监管机关按回应相关的指控，拢有准备。豪根是 Facebook 证券案经理，今年5月21日时阵将内部大量档案整理做关键报告，互华尔街日报刊出来，各地新闻节目曝光。Facebook 谈话处理表示，研究显示青少年认为 IC 应用程式较有帮助。伫治安方面，无少大家大手笔投资。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阿富汗目前是塔利班掌权，因为塔利班无接受音乐甲艺术，有音乐家烦恼互打压，有音乐学校超过100个老师甲学生坐飞机伫喀布尔离开。来关心美国英国甲澳洲结军事同盟，影响法国甲澳洲渐淡的买卖，这是引起美国、法国甲澳洲这3个国家的外交风波。法国总统马克宏即马是表示讲，希望月底参加 G20 峰会的时，会当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修复两国的关系。来关心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头人，伫今日要举行峰会，会讨论制定对中国的新策略。中央银行提出政策，要压制查房地产，宣布6都还有新竹县市买第2间厝，厝贷款有卖无款限期，而且嘛有风声讲，最近银行要有关买第2间厝贷款的利息，来配合政府的政策。但阁有学者是认为讲，即摆的利息无到2%，投资人也是有利润通赚，借人头去买卖嘛是会当。中央银行压差房有第3波管制，特别地区也就是6都、新竹县、新竹市这8县市的第2户买厝贷款，袂使有宽限期。若是安尼，最近传出第2户贷款利息也计划要调悬。
那个热钱，你能够赚到的钱是高过于那个利率很多，所以我认为这措施没什么用。调管第二号房贷利率，也就是央行所提出的差别定价。即卖的房屋贷款利率，买第一号普遍当降价1.3%左右，准讲买第二号也伫个1.32%至1.4%中间，利率无悬。即卖央行要求银行都要落实风险控管，将大声调管个人第二号房贷利率。合库银已经调方暂时是规划第二号房贷利率可能调悬到1.5%，但是华南银行要调悬到1.6%，啊，毋过敢若针对6都、新北县市、8县市地区。也若是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台企银、中银，也搁伫规划当中。那很多人囤地，利率又那么低，不炒房是笨蛋。所以这样的想法下，希望力道要慢慢的来加深。第二步，那假设现在到1.5、1.7，然后到第三步可能到2.0，第四步可能到2.3。啊，毋过为1.5%至1.6%这个房贷利率，对投资者来讲其实压力无大。以房贷1000万来试算，房贷利率1.3%，还钱年限是30年，本金加利息每个月是爱含38610块，利率调悬到1.5%，每个月本金利息是40277块。再加1667块，对投资客来讲，其实也真有通谈。租金的投报率绝对是2点多%起跳。如果它是有投资性质的话，它每一个月其实它还是有利差可以赚，好，可以用收房租来养房贷。央行是讲，大概相关利息半码0.125%，银行调管利率的幅度差不多是0.1%。内作银行甲房贷利率有关到1.5%起跳，其实都是相当银行相关利息1码。学者表示，目前市场资金上济，内作民营银行无同齐调管利率，压制炒房的效果就有限。记者综合报道。树林地检署进前有抓到嫌犯偷接电咧做虚拟货币案件，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伫昨下晡就甲犯罪所得到的虚拟货币拍袂掉，嘛甲一寡操作虚拟货币电脑甲设备拍袂在内，这嘛代表虚拟货币伫现处时是另外一款有价值的物件。280万可以得标吗？可以哦。大家可能听过行政执行署拍卖汽车实处，也毋过你一定无听过拍卖虚拟货币甲挖矿机。服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初5下昼有真侪民众拢是为这来。拍卖开始进前，民众特别查看挖矿机的硬体设备，希望会当用好的价钱买回去。我比较没关系啦，因为我是自己经营，我并不是要转手。但是如果在转手的话，可能在这个市场价值应该没有人要收。检察官表示，即摆拍卖44台挖矿机是一件确定挖矿案件的犯罪工具，拍卖所得将收归国有。以矿机这一块是犯罪工具，我们就会把它没收掉，拍卖掉以后钱进国库，没有给被害人。但至于像虚拟货币的这个部分，它是犯罪所得，所以没收掉之后，这个钱是会还给被害人，也就是台电公司，能够补偿他们因为被告窃电行为而受的损失。另外，即摆也将犯罪所得的虚拟货币拍卖，包括泰达币7000块个，甲以太币0.33枚，因为这是史上头一摆行政执行署特别请鉴价公司评估市场价值制定拍卖地价。那这个部分鉴价哈，我们是委由专业的鉴价公司来进行鉴价。那虚拟货币的部分哈，我们是透过现在台湾3大交易平台哈，当天定底价时的均价来定一个底价。因为所谓犯罪日渐增加，检方甲行政执行署也希望透过即摆先例，建立对所谓犯罪工具甲犯罪所得虚拟货币的拍卖机制，对应着时代进步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顶一日伫屏东的高手有一个超商的查某店员，去互一个精神无稳定的患者攻击，致使伊的2蕊目睭受重伤。经过手术了后，即马当地复原。有民众是唔敢看袂落去，全发起捐款，要捐钱互即个查某店员，甚至有人质疑讲，县政府拢无要斗相共。若县政府即马是出面赔回讲，是因为法规的限制，才会无法度协助募款。有热心的民众发起捐款，想要替顶个月底去互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攻击、2蕊目睭受伤真严重的屏东高手的超商女店员，希望会当尽一份心意。因为这个女店员家庭的经济无好，真侪民众主动表达协助的意愿。加上伫多方面考虑之下，提供女店员的口罩，民众的善款是真紧就溢入来。加上嘛，真感谢大家。是用在我妹妹的伤势重建的部分，还有心灵重建的部分，就还有这2年的费用。
教授表示，目前善款已经有够。负责家治疗的高雄中基病院表示，这个女店员2届手术了后，目前恢复了袂歹，后手也是爱密切追踪。病院这边嘛会专业补助医疗的费用，因为这届捐款是由民间发起的。不少网友去馆长潘明安的人面前留话，这个政府失灵，不过毛民众无同款的看法。像是刻意在挑拨，或者是刻意在攻击啊。但是一事归一事啊。官府讲，相关单位拢有协助，包括捐款的季节、接收的辅导等等。根据公益款务条例第5条的规定，除非是重大灾害或者是国际救援，若无政府机关袂当替私人款务。公家单位其实不能帮私人发起这个劝募，真的是很多的民众非常的热心跟关心。政府袂当协助私人款务引起讨论，专家讲这是为着要互政府影响民间资源的分配。不过，这几年几件款务的事件，造成民众对民间团体无够信任，所以希望政府会当来募款。不过，政府这边嘛有发令相关的限制，而且嘛要考虑济无同款的层面。除了检讨修法以外，嘛应该为捐款整体来规划配套的措施甲相关机制。捐款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收了以后就没事了，我包括事前的规划，还有事后的追踪跟查核。那对公部门来讲，它就会有一个 OK， 我会不会把这个个案变成通案的问题。女店员防攻击的事件持续发酵，这嘛互精神障碍患者监护的问题，搁一届受到讨论。各界建议讲，中央应该赶紧互司法甲介护体系进驻精神医疗处所，嘛爱修法以个案来延长监护的年限，才会当避免类似的悲剧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80多岁老翁仔某，昨昏伫台铁新左营站坐手扶电梯要出站的时，可能是去互卡到，全部设置滑倒摔落来。家属即马不管台铁拢无要报警，嘛无协助去报案。台铁是回回讲，站务人员有去关心，也毋过民众即对翁仔某本人讲无要紧，毋免报案，嘛无需要救护车。台铁传出有民众，哪像是去互摔落电扶梯。这是早起7点外，一对80多岁的老翁仔某，为台铁新左营站要坐电扶梯，准备要出站。头前一个穿青衫的查甫人，雄滑头，甲这对翁仔某挤落电扶梯，致使这对翁仔某滑倒，佮严重伤。家属伫人面前指控讲，台铁第一时间并无好好处理，站务人员干那甲翁仔某带去抹药啊尔，并无通知铁路警察。相片内底会当看到这个坐伙人脚只撇规个刺伤，手骨嘛断去。家属不满，就爱家己报警察。批评讲这袂输是屏东女店员互攻击的案件共款。甲迄台铁的人讲，因摔落，伊就走。就走啊？嘿，伊讲伊摔落，吼，伊就围过。然后台铁人安怎？然后我迄个台铁人，我就甲讲。伊甲我下摔落来啦，因就敢若看来看去，无人去叫啊。那位先生是站在现场发愣的，所以当时他也没有揪住他说就是他把我们压伤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协助这一块去处理，当时家属是没有这方面的，他只是说他会联络他的儿子。台铁防指控处理的方式消极，阁无作为。因透过监视器的画面表示，站务人员看到这对翁仔某滑倒，就随甲电扶梯起好停落来，而且去关心因受伤的情形。不过，这对翁仔某并无要求要报案或者是叫救护车，敢若讲会联络因厝内的人处理。站务人员才会带因去抹药啊。那家属是表示说，做完笔录，他是表示说，他们还要去验伤，看情形怎么样，才要提告。警方表示，代志发生的2点钟了后，因才接到通报，因若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又伫现场踮一段时间，落尾就点啊离开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已经受理报案，嘛透过调监视器来追查，要来查清楚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的身份，会通知伊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饼来关心这届的全运会体操项目。有去参加东京奥运的体操国手，伫全运会这届拢表现得真好。代表新北市的体操选手丁华店摕到4个金牌，1个铜牌。另外，换马王子李志凯伫地板、换马也有跳马这3项，这个3项项目嘛拢摕到金牌。你会是名次向前踢。一个后壁变种冰项目非常的流量，体操精灵丁华店展现好功夫，说来不时有下跳，也加冰身动作老练。这届全运会，伊代表新北市参加，伫冰项目的项目再一次展现高水准。扫除伫关节杠项目中，手骨无细字落落涂骹。这届伊摕到金牌，也伫全运会中摕到4块金牌，1个铜牌。对于今天的表现呢？
平衡会我觉得是超满意的，超级满意的。因为其实我前面上一项滑出去、飞出去，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调整，不让心情受影响。个反向交叉。一个场场立刻点一个反向交叉倒徛，搁一个汤马士登西。暗暝王子李智凯伫伊暗暝项目中表现真好，摕到金牌，搁伫地板甲跳马完了摕到金牌。虽然李智凯摕到3块金牌，毋过伫吊环项目中，代表台北市参加比赛的东家宏打败李智凯摕到金牌。李智凯伫双杠项目中，也是拄到台北市队洪元喜，敢若摕到银牌。精彩表现也是得到真侪捧声。记者综合报道。新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已经是滚加面2冬。民众对防疫抑搁公共卫生，即马是愈来愈重视。其实，这观念对日本时代就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即马正在举办防疫文物展览，来展现咧台湾这100冬来是安怎对抗无同时期的传染病。未染疫者呢，就走未染疫的分流通道，然后进来之后呢，你首先第一道就是你要经过热水的沐浴。用交通做出热点，解说日本时代海港检疫。虽然迄当阵还未科技化，但是已经有检疫、分流、隔离等等的观念。日本来之后，因为他们国内也饱受传染病之苦，所以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在统治初年马上就有了这样子的制度，然后以及在慢慢的就是开设了医院跟那个医学校，那这样子整个工位才会建立起来。台博馆用展览小解19世纪后期到现代这100多冬来，台湾面对无同时期的流行病是安怎来防疫，嘛用王存符啊等等的物件，呈现传统甲现代冲突之下，人民甲官方是安怎去适应实践，包括推动注意放射等等，拢是每一个时期豆豆推杀累积的成果。其实人类都是一直在跟这些病毒作战的，优胜劣败。如果我们能够存活下来，基本上基因都非常强大的那在这次部长来讲给我们一些防疫的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早期的防疫，对 SARS 到新冠肺炎，政府甲民间安怎压制疫情，组成翠暗国家队等等的展出，嘛互参观的民众真有感。台博馆表示，展出100冬来防疫历史，甲当咧发生的代志，是希望民众对疫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知影如何来面对。记者陈雅文、李秀凯台北报道。疫情影响咱的生活，真侪活动拢取消。日本年初要举办2021年的台湾灯会，不过受疫情影响停办。观光局日本是按算讲要甲主灯刷去高铁的新竹站，伫头前演出，验过呢，考虑即马伫明年的灯会时间真晚，所以尾也是决定要取消。用108 G 竹仔展现出风的感觉，配搭新竹出名的玻璃材料，打造高科技未来感。这是2021台湾灯会主灯。今年初的灯会因为疫情取消，原本6月要展出又搁延后，即马已经确定今年的主灯无法度甲大家见面啦。那依照疫情的部分，因为不是很明朗，原本我们建议的部分希望能够延到年底。那可是因为观光局考量距离明年度的灯会的时间过近，然后建议我们到10月10号之前为最后的期限。那整个县府横着整个疫情的发展不是很明朗。所以最后决定就是忍痛有关那个灯会展示部分，我们就暂停办理了。主办单位几啊个月前就配合主灯完成现场的基座甲电力设备，因为主灯确定取消，嘛只好直接拆除。电力的管路的部分，还有拉线的部分，连那个变电箱的部分我们都架好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临时暂停之后，这些设施的部分，随后会依照地主铁道局的要求，我们来办理清除事宜。主灯灯具的部分，目前是放伫观光局北部仓库内底，刷去再由观光局决定用什么款的方式展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每年2021年，咱的台湾灯会是按算要伫高雄举办，其中画舞营是真重要的所在。不过想袂到，厂商在施工的时想过粗鲁，甲画舞营内底真侪树的树枝拢扭断去。护树团体甲市议员即马是真烦恼，惊讲会影响树仔的成长，嘛要求观光局爱厂商先停工先改善。
来到维武营公园，有树林和封锁线围起来，会当发现有部分树仔的树枝才互人测灯，有的是真大丛的老树。这是观光局发包明年台湾灯会工程，部分光线已经戴好啊，不过距离树根较无1公尺，引起护树团体批评。你为什么要去挖地板，然后挖一个2米深，然后现在的伤害，大概已经挖了3-4公里了，听说还有6倍长。整个卫武营的树木的根系跟树干，绝对会是面目全非。明年台湾灯会经费7亿外，目前业者当咧处理电力管线工程，不过煞互人发现大型机具，譬如讲怪手、施工伤过粗鲁。议员伫议会嘛质询观光局长，它根本就不是被修剪，它是被扯断的。老榕树也一样，就是。也是这个应该有几十年树龄的榕树，就一样被粗暴对待。我们立刻就去了解，当然目前树木是没有受损，可是我们当天就要求厂商停工了。观光局长表示，业者的做法确实无妥当，未来会征询专家的意见来改善。其实护树团体当咧调查维武营的老树，才调查1/4，就至少有27丛，因嘛想要赶紧提报，才会当保护这的老树甲生态。记者邓嘉文、王维哲高雄报道。嘉义县的焚化炉已经启用20档，逐工拢爱处理900吨的家庭甲事业废弃物。即马为着要提悬效能，县府甲厂商签新的合约，未来会增加24点钟污染的降风系统，嘛会增加防治空气污染的设备。焚化厂中央控制中心记录小本所产生的各种空气资料。规划经营已经20档到期的嘉义县焚化厂，今仔日又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决定甲厂商签订新合约，希望提升效能。我们这个出餐的方式是全国第一个经过财政部核定的这个有偿的这个 RTO， 也就是说，环保署有补助我们未来的整改费用的1/3。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让政府机关在调度垃圾的时候有更大的弹性空间。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资源，能够帮忙嘉义县政府的财政，也能够照顾焚化厂周遭相关的这些乡镇。环保局指出，民众对环保意识愈来愈强，所以除了粪扫的处理、空气污染的管理和控制，嘛是刷来要求厂商的重点。而且小粪扫产生的附加泡，嘛要思考转做有路用的资源。我们所有的排放绝对是远低于国家的标准，绝对是甚至于低于大部分世界上的标准。我不敢讲100%，因为我查不出来100%，但是绝对是低于的，请打包票。新的下药内底，焚化厂边仔荷包树生态园区等等的一寡施设，厂商嘛有提出相关的计划。除了加强设备，嘛答应配合嘉义县，希望达成循环经济甲环境教育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1960年代，新界争霸战内底，在戏内底搬库克南场的加拿大演员威廉·薛特瑞，伫这个月12，伊要坐 NASA 起源太空公司的火箭飞去太空，而且伊已经食到90岁啊，是上侪岁的太空成员。为1966年开始，敢若播出3季的电视影集《星际争霸战》，对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小可。伫戏内底的企业号舰队，为了找找新世界、新的文明甲新的生命，伫太空展开5年探索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真侪太空人拢表示，这出影集凸显因对太空的热情。伫这出戏内底，演库克舰长的加拿大演员威廉·史定纳。透过伊真出色的演技，甲戏内底稳定的领导能力，吸引济市场的观众来支持。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下底的商业太空旅游公司 NASA 起源测试宣布，新式佩德火箭这个月12，第2座太空任务会载包括史迪纳在内3个人上太空。火箭会为德州的沙漠升空，太空舱会下过太空甲地球大气层的隔界。麦当享受伫太空无动力飘伫空中的感觉，再搁用降落线等的地球。这座太空旅行的时间按算是10分钟。90岁史迪纳到时若有顺利升空，就会改写 NASA 起源今年7月份头一届航行，在82岁女飞行员哈利·福克所创下的人类历史上上届坐回太空人的纪录。不过伫星际争霸战内底，头一个上太空的演员虽然已经过身啊，不过伫2008年的时阵，伊的金斗翁有做伙奉送去国际太空站。伊是过去伫这出戏内底演企业号总工程师，密格马里斯科特的詹姆斯导汉。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全球暖化气候反常，减碳是真侪国家即卖目标。若伫交通运输业，真侪大公司拢开始咧研究用氢燃料电池来取代过去的柴油。即像法国的火车制造商，即卖就有起全世界头一款氢电车。驶的过程敢若会放出水烟尔，拢无污染。若俄罗斯甲南韩的车厂，即卖嘛有投入相关的研究。这台蓝色的列车慢慢驶入车站，迎接第一批乘客。法国火车制造商阿尔斯通的新型氢电车第一遍伫咧路的测试，让法国开始行向氢动力列车的时代。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种使用氢燃料电池的列车。驶时阵，即个来排水，完全拢袂排碳；驶时阵佫袂差。À hydrogène qui seront testés en 2023-2024, puis qui commenceront à circuler sur nos lignes de façon tout à fait sécuritaire à compter de 2025. 荷兰、奥地利、瑞典也拢已经伫咧测试。德国是向阿尔斯通落订单，按算2022年开始。另外，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国际商业车展览会，有俄罗斯家己制造的氢燃料巴士，由当地汽车大厂卡马斯生产，会当载80个人，摄氏正负40度的环境拢会当使用。Эффективне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бегов и для больших маршру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загородных, гораздо выгоднее водородный электробус, чем простой электробус. 氢燃料巴士会当驶里程，甲电动车比起来是较远。因按算2022年顶半年准备好势，伫咧莫斯科开始测试，2年了就开始量产启用。按算2030年，莫斯科市政府会将所有柴油的巴士拢换掉，因也上准欧洲甲东南亚的市场。南韩的现代汽车也将氢燃料电池应用伫咧货柜运输甲自动化设备，同时伊也宣布2年了会送出新的电池系统，介绍会比即卖燃料电池俗50%。2028年之前，新的车拢会采用氢燃料电池。因若日本的丰田、德国的 BMW 甲宾士，也拢伫咧研发氢燃料电池，增建相关的设施，走向氢能的新时代。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若其他的所在，西半部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再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4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